安溪邦山湖的灾情严重。其实100年前日本时代就捌来过这搭勘查，记录这搭有真侪石头放落来。那迄当阵调查人员有建议爱种树仔保护环境，不过面对大自然，其实咱会当做的代志并无多。哇！由森林护理员平常时都爱进行怀土溪流训练，要调查台湾这小小真济山的国家山林真实面貌，都要有自身的绝技，爱负担数十公斤爬山，忍受长时间无法度洗身躯，甲亲人分离真久，搁爱行干那背，行过一直练石头的山路。森林维护员张维纯表示，这月去马太安溪帮山湖特遣队要亲自调查，对面临生死都在眼前。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对，然后就立刻转头跟他，我就往上看，他说不要动，有落石。讲完了，立刻掉一颗下来。山上吧，每一颗石头都写好谁的名字，不一定。早伫8年前，日治时代，就启动新民计划事业。山林科职员组队行路亲自山区，用双脚牛、用手绘方式，为台湾山林资料奠定重要基础。就连即马马太安溪邦山湖的所在地，记录就讲这是真徛所在甲险峻地，世界拢看到其实流出来崩塌的所在未少。研究已经发现到地质非常的脆弱，河流非常的复杂，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建议这个地方要好好的来造林，就是要做这个水土保持。虽然8年前就建议编辑土沙限制咸水源涵养保安林，毋过受迄时阵人家政策影响甲大自然力量，无可能简单互人类克服。8年以来，煞演变成做目前的局面。森林这个东西，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那么简单去控制跟计算的。大自然的力量，这100年来我们也是无计可施这样。在很多时候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林业保育署整理仓库的手绘地图，真重的测量器具加文现顶定规文物，选伫这阵林业人员当年的宿舍，举办特典，或者大伫1925年展开系列环山原岭的调查，为练功里的起点，搁来引导民众用新的视角，搁一摆出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